新手最易犯嘅4大錯誤動作，一條片話你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有收場啦！今日一條片幫大家解決新手時期最易遇到嘅問題。Go！ 視線、重心、姿態、速度。錯誤一：視線。新手初學時都會習慣直望地板，根據板頭滑行方向轉移視線，望向左前方、右前方、正前方。錯誤二：重心。新手因為緊張產生自我保護意識，都會習慣性向後避重心，將重心腳向板頭方向施壓，利用重心腳向下發力施壓轉彎。初學階段因為情緒緊張，兩隻手會不停搖擺。首先，居中企直，鎖住核心，切記萬萬不能彎腰夾螺柚。第二，前手低，後手高。第三，收胯重心靠板頭方向。新手速度通常會比較慢，導致身體僵硬，核心唔穩。速度太慢，比較容易卡入跌倒。切記做好視線、重心、姿態之後，一定要有比較流暢嘅速度滑行。速度太慢，導致核心鬆散，十分容易卡入跌倒。滑雪 so easy。